再来看，伫法国巴黎当地初二暗时啊，有一个那像是伊斯兰教禁主义的查甫人，伊举刀啊、甲钢槌啊攻击外国游客，造成一个人死亡，一个人受伤。另外，伫巴基斯坦那像一个武装组织对一台巴士开枪，造成车顶至少8人死亡，15个人受伤。 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头前的街路救封锁线现场，个远景客情隔壁意外个发生。当地初二暗时，一对外籍游客翁仔某伫附近的格勒内尔码头，受到不明的男子揢刀啊攻击，造成其中德国籍的男性游客死亡。Paris, un homme s'en est pris d'abord aux alentours d'un petit peu plus de 21 h entre le quai de Grenelle et Bir Hakeim, un couple de touristes étrangers. Un touriste allemand né aux Philippines est décédé par des coups de couteau. 法新社报道，嫌犯互警方抓到了后，擘发出真主是上伟大的。伊伫警方抓捕的过程，佮用钢槌啊攻击2名路人，造成其中一个人目睭受伤，佮一度骗讲家己的身躯有炸弹，想要逃离警方的抓捕，一直到警方开枪甲伊压制才抓到伊。警方调查，嫌犯是26岁法国人，因为有精神疾病，加上技术是接近伊斯兰主义者，获得警方的注意名单。但是犯案的原因该进一步调查。街头跳起巴基斯坦的北部，当地初二发生恐怖攻击，一台有载乘客巴士经过切拉斯丁，常常受到武装分子攻击，造成真侪人死伤。पास जो की थी ना जिन साइड खिरिन साइड आस-पास रोड के साइड से ही किया है लेकिन बहुत फायर कम नहीं 200-250 फायर 当局调查了后，发现枪手是伫附近的山区向巴士开枪。警方接到消息，赶到现场，紧急将病人送病院治疗。因为暂时也阁无武装组织申请犯案，警方该进一步追查相关的事情。国视新闻台是唐平耀。